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这架没法打了。学宫弟子，总有一天要靠自己行走天下。凡是遇到危险，便想到老师怎么行？师姐，师姐来了！哈哈，你完蛋了，幼稚。哈哈哈哈！师姐打得好，师姐，哈哈哈哈！师姐打得好，我没打他。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回禀师姐，他中了绵骨香。绵骨香，那不是应该睡过去吗？怎会变成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？瞳色淡蓝。一开始是红色的，可有解药？哦，有的有的，这是正神香，闻一下就能解了。许峥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臭死了！不坐大劲，让各位见笑，不来点特别的臭，怎么先得醒呢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辛苦师姐了。姑娘，你好美啊，就是有点丑了。调戏师姐，胆子真大！你们竟敢坑我，放我出来啊！这小子问题很大，还是叫老师过来吧。挖出来送到我院子里，等他醒了，我亲自问他。领命！师姐这是练就了什么武功？不用动手就能把人打晕了？我说过了，我没打他。对，师姐怎么会欺负一个新来的呢？师姐，我感觉这个苏白衣很有问题。青衣郎如今在荆州陈家养伤，你可愿陪师姐去看看他的伤势如何？听师姐安排。